关做震动，也是关机。伫备办今日的敬拜以前，邀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伫安静的内底恳求上帝帮助咱。伫今早起的敬拜，咱用咱的心灵甲心识做伙来敬拜咱的主上帝。主，阮的上帝，阮上帝，你加做阮的帮助，求你信心，求你了解，来做迄祈求的工课。主啊，主你上帝的祈求，阮需要伫心中的敬拜内底，心中内底来敬畏上帝。你加做阮的帮助，完全是伫主你的听堂内底来避难阮家己。主，我感谢你。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引带阮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嘛是每一摆阮会当见主你面的时，是何等欢喜的事。恳求上帝你陪伴阮的心，伫主你的面头前，阮真实来看见主上帝，互阮的心灵甲阮的心识，拢会当真实伫主你的欢喜。也愿上帝你赐福你的教会，互阮伫主你的面前，毋是服侍人，乃是真实服侍上帝内底，带出有气力的疼痛，有气力的疼心，来真实疼伫至美水所在。恳求上帝你诚做阮的帮助，互阮伫每一摆服侍你的时，做伙用阮的心灵甲心识来敬拜主。愿上帝你带领阮今早起的敬拜，对头到尾。上帝，你望要将喜乐的心、喜乐的灵充满伫阮逐人的心，也带领每一个来到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恳求上帝你引带因，互因伫脚步陪伴的心的过程，来条件主，来仰望上帝，超出阮生命中需要的智慧。阮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恩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做信仰的告别。书读圣经，咱做伙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做伙起立，咱做伙伫上帝面头前。你找5个兄弟姊妹其实咱人无济，无够遐济啦吼。你要对这边行到这边吼，甲所有兄弟姊妹请安，拢会使吼。咱今日嘛有这个易云小朋友，易云年轻人呐吼，我们也一起来跟他请安哦哈。好，我们一起互相请安，跟他讲，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神，真欢喜跟你做伙敬拜上帝，真欢喜跟你做伙敬拜上帝。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做来拍鼓啊！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了，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带着我的烦恼，给我那日
耶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给着我的欢乐，让我达你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咱要搁唱一遍的时阵，牧师要邀请咱，你的心有欢喜无？阿门。有欢喜就爱唱这条歌所讲的，主耶稣真好。我的喜乐的心会互我怎？会开嘴来学乐伊啊！所以你得爱面带笑容，无论什么款的烦恼，交托互咱的主上帝吼。咱搁一遍对头。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乐伊，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乐，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替着我烦恼。来信耶稣真正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既然我可耶和华。既然我靠耶和华，你若的心要救我；既然我靠耶和华，主会福你那最大；既然我靠耶和华，你的心要救我；既然我靠耶和华，一切就都要怕我。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记得主我恩德主生命。既然我靠耶和华来，既然我靠耶和华，基督的心要救我。既然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最大；既然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救我；既然我靠耶和华，一切就都要怕我。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记得主我恩德主生命。我要欢喜来到伊面前，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记得主我恩德主生命。我要欢喜，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记得主我恩德主生命。记得主我，记得主我恩德主生命。记得主我恩德主生命。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是上帝你所拣选的百姓。既然我靠耶和华的人，阮的心中唔有喜乐，阮的心中嘛要因为主的福气，那亲像水泉相款，不断充满阮的心，将平安赏赐予阮。
将一切咒诅、人无好的言语，拢离开阮，互阮深知，阮是上帝你所拣选的百姓。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每一摆来到上帝你的面头前，就拍开心门来领受上帝你的真理甲活命的话。愿上帝你赐福阮，既然我靠主，阮凡事拢会得正。愿上帝你赐福阮，引带阮头前的道路，引带阮头前所要行的路，得主你的欢喜。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假是阮所生家己的日子，予阮得着智慧的心，因为伫你看千年亲像过早暝，搁亲像云一起。愿你先看到，只有乐国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求你早起时，用你慈爱充满阮，予阮一世人欢喜。愿你先。要阮对你，阮的心献上予你。愿你先要阮对你，因无你，甲你徛起。愿你先看到。只有乐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的荣光显明。邀请咱伫音乐继续的时，请咱将咱的目睭闭起。咱做伙来祈祷，无论你甲这个上帝熟悉偌久，邀请你伫祈祷的中间安静甲主讲：主啊，愿阮会晓数算家己的日子，互阮知影要安怎样用主你智慧的心来看阮所度过的每一日。相信咱的生命伫一生的中间，会晓学习要安怎来跟对主的脚步来行。咱做伙同心伫安静的内底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愿你帮助阮，互阮伫每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前，无论唱歌，无论祈祷，无论伫安静，无论是欢喜，无论有时阮有生气、不足的时，阮拢知上帝你拢要教导阮安怎样数算家己的日子，阮着紧紧听，慢慢啊讲。慢慢啊来想起，互阮的生命真实体会着主你智慧的心。主啊，虽然阮的人生亲像困一醒，总是阮清楚知，有最阮的生命中间，伫劳苦重担的内底，要超找跟对主的旨意。愿你帮助阮，教导阮，引带阮，互阮知影要安怎样伫世间的年日来跟对主的脚步来行。愿你赏赐阮智慧，将平安赏赐予阮。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愿你先看到，只有乐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内面，愿你的荣光显明，愿你先要跟对你，愿你先要跟对你，愿的心献上予你。
要滚对你，因无你，甲你徛起。愿你先看看，你有乐讲甲忧愁，紧紧过去无老相依。有你的美妙，点滴阮的生命，愿你的阳光显明，愿你的阳光显明，愿你的阳光显明。主，我要感谢你，愿阮的一生跟对你的脚步，是哪行哪顺服你，哪行哪得到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侍奉是甘甜的，有时也苦痛，有时会有苦难，但我们晓得，我们自从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感受到是越久越甘甜。愿你的生命，愿你赐下那平安、喜乐、丰盛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领受到那丰富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自从我接受主耶稣，他成为我主宰。自从我跟随主耶稣，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自从我接受耶稣，自从我接受主耶稣，他成为我主宰。自从我跟随主耶稣，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感到越爱他，祝福更加甜。是我不被蚂蚁在地，不在天。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他赐下赐下各样的需要，他赐丰盛恩典。每天如今地下只有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感到越爱他，祝福更加甜。是我不被蚂蚁在地，不在天。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感到越爱他，祝福更加甜。是我不被蚂蚁在地，如在天。我感到侍奉他越久
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侍奉你，越侍奉主，越唱歌赞美主，越亲近主，我们侍奉主越来越甘甜。愿主你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喜乐盼望的心来跟随主。主，我嘛要这时继续来为着公道的时间，咱为着最项事做伙来公道，做伙来为着世界在混乱、在改变、调整的时，无论咱的台湾国家在做什么款的转变，咱拢恳求上帝帮助，伫每一个执政者、每一个官员，拢会当真实，互因有智慧，毋是徛伫因家己的利益，乃是徛伫要安怎样疼惜这片土地每一个台湾人，甚至关心伫世界最最需要的人。咱做伙同心来祈祷。这是咱公道的时间，咱做伙继续献开咱的酒杯，为着咱公道的事项，开声来祈祷。感谢你，感谢主，就一切更多的兄弟，我哋加做我的帮助，因传伫你的教会，加做祈祷的所在，加做敬仰伫你面前，因传人来伫祈祷中间就平安舒顺每一日。主，我感谢你，我的信心的内底，为着记上帝的信心的内底。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甲阮同在，阮伫遮要恳求你，互阮的教会会当成做一个健康的教会。主，我嘛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伫读经甲祈祷顶悬，会当搁较进步，来为你，来向你献上阮的祈祷。因为阮知影读经甲祈祷就是教会互人上好的祝福，所以愿你祝福阮的兄弟姊妹会当时常读经，时常祈祷。我靠主的恩典。我嘛要特别为着教会兄弟姊妹聆听咧互相沟通的中间，阮恳求神神你引带阮的灵命，会当搁较有疼人的心，互阮会当教人好好，因阮是甲神好好的人。所以主啊，愿你帮助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无论是牧者、长职，也是阮的兄弟姊妹，阮拢会当做伙来领受一个福分，真做健康的教会，真做健康的会友。愿恁的感谢、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这是启应的时间，咱要做伙来启应，记载伫启应文46篇，以赛亚书45章。创造天的上主安尼讲：伊真正是上帝，伊造地，互地有形体；伊互地坚固，伊造的毋是混沌，是要互人徛起的所在。伊安尼讲：我是上主。以外无别个，我无伫瘟疫也是黑暗中甲恁讲，我无对哪国的王来讲，因着伫混沌中找我。我上主所讲的是真实，所宣布的是正确。这是咱要做伙来因信信诗184首，上帝疼痛乃会遐大，请起立。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我喜是乐乎我，见我比你小看的人，互我甲你分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
成就福音，成就感化，生命换成真谛。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真心换靠，为伫伊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迄日，会行诚心三位一体，一生一关一大，尊贵严格永远无替，无路伊名无散。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真心活靠，会伫伊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迄日。请坐。这是咱要邀请信歌队来做伙学乐，今仔日免学乐的诗歌是感谢上帝。
是教会消息报告的时间，咱做伙横开酒报来看人的消息报告。第一点，澳洲是母亲节主日，欢迎邀请所有母亲姊妹参加礼拜。本会伫会中会赠送母亲节礼物，嘛请大家关心踊跃参加。当日的台语堂、华语堂会合并聚会，请兄弟留意。第二点，本主日艺术贴小组交麦子小组因要前往高雄的博尔基金举行半日游的活动，请兄弟为小组活出的平安、关系、培养关心来带导，嘛请有参与的兄弟姊妹当伫今仔日的中昼12点伫教会集合出发。第三点，每日的灵修祈祷熟读主的话语是信徒明白主心意的重要的功课。欢迎大家当踊跃伫礼拜三下暗7点半到8点半点开大桥教会查经班的赖群组的连结，也是扫描酒报后面的 QR code， 会当做伙来收看直播，做伙来学习查考圣经，得到生命的智慧。第4点，5月份的寿星舞5月10号定恩，5月12号珍慧姐，5月18号志明兄，5月21号我本人，5月22号慧娟姐。对，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做伙来，咱先读第一。因为所下地基以外，无别个下别的地基，地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罗马书5章5节。这是咱要做伙读圣经的时间。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3章10节到11节。照上帝予我的恩赐，我做一个牛的建筑师。下地基，别人伫迄顶面起造，毋过逐个人着看家己安怎地起造。因为上帝已经有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地基，伊以外无别个地基。这是咱要邀请，钟兰用华语甲咱念一句，敢有？无吼？好，好，安尼咱要邀请主日学小朋友做伙起来。牧师为主日学小朋友来祈祷。来，咱请所有小朋友吼来到台前，牧师来给您做最后的祈祷。来，各位小朋友、年轻朋友，我们一起到前面来哈。姐姐在后面，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带领这些小朋友、年轻朋友一起来祷告，愿神来赐福他们在求学，还有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不管是做妈妈的，做每一位家长的，我们都要领受上帝美好的祝福哈。咱这回来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神你的恩典中，能够在你的圣殿中聚会、敬拜、赞美主。我们要将这一群孩子交在神你的手中，让他们的生命不仅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最好的帮助。也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因此而得着智慧的心。主啊，让每一个孩子在求学、在成长的阶段，他们需要神你所赐给他们的智慧，让他们懂得孝顺父母，懂得敬畏神，懂得孝顺父母，懂得在朋友、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相爱。愿主你赐给我们，让我们时常为这些孩子、年轻朋友祷告。让他们的生命因此而认识到，生命最好的帮助是天父上帝。愿主你成为我们的帮助。等阮会当做伙三甲伫这所在做伙敬拜你，我嘛感谢你，赏赐互阮伫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心合意的敬拜，是真最主你所欢喜的。愿上帝你互阮有彼此相听的心，彼此伫上帝你的内底，用耶稣基督做阮生命的地基。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愿上帝你祝福伫在座所有的小朋友，每一个青年，每一个因的爸爸妈妈，恳求你祝福因，无论伫因的事业，无论伫因的生活甲工作，拢满有上帝你的平安甲健康。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好，不会，上帝祝福你们。
牧师伫遮嘛来介绍几位易云在哪里？我已经在这里哈。咱看后边这位哈易云，你可以留下来听牧师讲故事待会还有第2堂华语礼拜，你也可以留下来如果你也可以跟他们你自己选择这个小朋友伊是4月26号来参加咱的教会的这个餐会啦伊跟妈妈做伙生活真无简单这个囡仔嘛真意外，有机会来到伫教会，因为伊真爱唱歌啦所以真感谢主我想咱关心伫姊妹岁，就算是一个，咱嘛着安怎拿亲像羊群，100只羊群内底安怎有1只走袂失，咱嘛着安怎着该找回来求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牧师要跟咱做伙分享一个对福音来看见教会健康的发展以前我嘛要邀请咱搁一遍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对古早、对起初以来，你有你美好的计划甲心意。你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拯救阮，并建立来爱阮甲伊来建立美好的关系。互阮伫建立教会，也着用耶稣基督做头，毋是用人来做头。伫耶稣基督的石盘顶，互阮的生命所信的生命有信心的希望的开展。主啊，阮感谢你，你伫阮还未捌你的时，就呼召竞选了阮进入你圣的国度。主，阮相信，阮要因为信来成做你的儿女。阮嘛相信，今仔日阮徛伫你的面头前，毋是靠家己的气力，乃是靠主你救赎的恩典。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将阮今日的敬拜对头到尾，愿上帝你亲自来帮助阮，持守互阮的信心，持守伫主你互阮所信的救恩内底，跟对主的脚步来行，互阮的教会成做合一的教会，互阮的教会成做亲像台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抬出，互阮的生命真实来跟对主的人，来勇壮你的教会，成做上帝你所欢喜蒙福的人。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咱张了教会顶礼拜，大家经过这个160周年的庆典，你看见有参与的人，你会看见有真侪兄弟姊妹甲教会这总共有3、4间教会4、5间教会。包括有3地门的这原住民当这个兄弟因伫排练的过程，包含小朋友伫咧排练的过程，拢充分互人看见信靠主的人，哪亲像肢体关系。什么叫做肢体？我怎若酸，我怎若酸安怎，我会安怎去摕铁布来甲伊搭。我怎若去甲软软的，我怎若受伤，我就安怎，我会想办法去甲伊处理。伫人甲人的中间，咱嘛是相反。当咱办每一个活动，做每一项代志，拢充满着上帝听，需要付出行动，安怎去做伫姊妹岁的人的所在。160周年是咱台湾对这宣教师，互每一个领受着福音的人，经历160冬的时间，上帝安怎看顾伫这片岛屿。兄弟姊妹，无尽的爱伫这活动的中间，无论咱台北、马街以及马雅国，每一个兄弟姊妹，因通过这个宣教师，因对外地、对别个国家来到伫台湾这片岛屿，就是望伫台湾这片岛屿的人，通领受着福音。4月26日，咱大桥教会嘛看见这个同工，这个青少年朋友，因有一个望，就是看见教会。就爱会当引带人，甚至互人会当明白，要安怎样伫参与这圣工的中间，去明白福音毋简单，家己来领受，是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受到，是上帝救恩要互每一个人的记号。所以即摆嘛有看到这校长边仔徛伫这边仔，这校长咱看这后壁嘛有这真水的布置，这个麦子小组都伫拜五啦，因都做这布置。牧师拢毋知影，我讲拄好因布置好，因布置的内容叫做欢迎回家啦。
耶稣听你，我感觉讲足感谢主。咱的同工兄弟姊妹肢体拢是啥？彼此的关系。伫即摆活动的中间，互每一个青少年朋友分享，因分享啥物？我问因讲，我讲伫这活动中间，你在活动当中吼，你最开心的是什么啦？大部分吼，在内底有16位青年吼，因讲啥？因讲来遮食足好食的食物啦。甲你边的人讲，食足重要。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对吧？耶稣伊咧传门徒吼，迄门徒吼咧，耶稣咧布道的中间吼，迄门徒拢有当时时间差不多，伊就准备去款啊。兄弟姊妹，食饭是最重要的代志，所以伫食的中间唔通冤家啦，食就安怎？就要用分享。所以伫即摆活动的中间吼，即个我精灵吼，这个谢精灵姐妹伊我无是介绍过，伊是吼，伊较早去过足济去找义经啊，吼找足济即个信用，后一摆打电话来讲牧师。你可以为我祷告吗？我说怎么了？请问你哪一位？伊就开始甲我讲伊的故事。后来伊讲我需要祷告，我想要寻求认识那位我曾经听过的那位上帝。后来我咧甲伊分享的中间，伊后来知影讲原来祈祷会当帮助伊，就算因为伊爱生囝，因为伊的工作，伊无法度来到教会，所以伊起初一开始是先参加礼拜六的华语礼拜。后来开始去生囝了后，即摆囡仔吼还未到3个月，但是伫这过程的中间已经满月啊。但是对伊来讲，对这囡仔来讲，对伊来讲，拢是一个真重要的。当伊开始领受着信用了后，伊开始去找帮助伊的姐姐，伊的姐姐甲伊的姐夫嘛拄着经济上的问题。伊讲牧师为我的家人祷告，我就说那你有没有在祷告为他们祷告？伊讲有，我就是靠着祷告。来经历过，在他的困难，包含他家庭里面所遇到的困难，所以这摆咱的忏悔伊嘛有来啦吼，这是嘉伟甲这个中南，因伫这过程的中间，拢会去分享，包括中璇，即马是做优秀的一个电吉他手，伫这摆活动的中间，这同工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青少年朋友，因的心拢充满着喜乐，大部分人因拢讲啥？食了真好。所以我感觉咱爱互食好啦，毋通食歹啦。食好是安怎？互因知，毋是干那食米那听。更较要紧是啥？是疼甲温暖。所以你要互食，你嘛爱安怎？爱保持笑容呢。所以这学生我讲，咱若因这人来你爱互因看着讲，你是有喜乐的哦。毋通单独安尼小党聚集在那边自己吃哦。兄弟姊妹，即摆活动我感觉真成功。嘛，通过这同工，大家用心的付出。感谢上帝，互咱伫主的面头前，咱的教会嘛对礼拜5顶礼拜开始，咱嘛开4月25开始，咱有做这个叫做大桥疗愈小生活园艺课程。这伫这课程的内底你有看到这相片的左上角遐小长乐边还有一位兄弟伊叫做陈新兄林陈新陈信兄。伊过去是田牧师，咱大桥教会起初刚开始的时阵，伫咱的教会咧聚会。后来伊有过6档的时间，伊找足一间教会。后来呢，是伊的查某囝信主了后，伫大公教会，伊即马带伊去到伫大公教会咧聚会。兄弟姊妹，当伊倒转来参加咱即个活动，伫内底因经验着讲哇，这大桥教会过去是我过去安怎样，我捌伫遮安怎。我心内想讲真欢喜，咱会当互人伫通过周间有一个活动的时间，嘛看见春雨老师、慧娟姐是住伫屏东呢，逐个礼拜伊即马参加这个活动，我足欢喜的，因为逐个礼拜拢爱转来，对屏东之前是带歌伊才转来，所以咱带敬拜拢安那一礼拜排2礼拜。伊讲牧师若要排莫甲我分开啦，互我会当一摆转来连续安尼转来。即摆是逐礼拜拢爱转来啦兄弟姊妹看去春雨老师嘛伫咱中间带指挥，伊嘛做伙参与伫这中间看去上恩做这个小朋友，你看到这个小朋友无？右下角伊是大班呐，他叫齐恩呐，伊的妈妈叫依晨，依晨，伊是信教会内面的啥？伊这个叫做什么读？
嘿，伊是组长啊，本身嘛是迄个啥自学的老师啦。好，阿姨从囡仔上来的时阵，我讲你囡仔 OK 吼，伊讲没问题，我的孩子他会很听话。感谢主，互我感觉真感动。这囡仔对头到尾那像大人啊对咧做啦。好，兄弟姊妹，你有看到教会的内底，迄个肢体彼此的中间，互咱看见一个足要紧，就是人甲人通过伫无相款的物件中间咧建立啥物？建立群体关系啦。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来了解。人甲人会当做伙，有好无？有好无？好，这叫做群体。这种群体呢，咱会互相唔那了解，就爱搁去维护，甚至爱做伙投入啊。啊，伫家庭呢、工作呢、社团、教会、信仰甲知识，拢是爱透过群体关系来建立咱所认捌的真理啊。所以兄弟姊妹，一个人袂当单独活伫你家己的世界，咱着爱安怎？咱要来倚靠上帝、亲近上帝，就是咱着爱拍开心门，甲人的中间建立迄个美好的关系。感谢主，今日咱的弹琴的司琴啊老师吼，咱请伊起立，咱介绍一个曾老师，曾老师啊，曾老师伊是增加的增哦，增加的增真特别。啊，伊讲牧师啊，我有较老啊吼，这真久无弹啊吼，但是我感觉讲，伊年龄应该跟肖长老差不多了，但是我看他在弹是非常有力量的他非常有力量跟活力，慢慢的在恢复，能够敬拜神、服侍神的热情。因为兄弟姊妹，我相信伫咱在座有真侪人，咱抱着一个热情要来服侍上帝，但是我要问咱讲。咱伫生活中间，咱伫服侍上帝中间，咱安怎样来起造这个群体的关系？有的人对外在，有的人对内在，有的人较高社交，有的人安怎拙于社交。但是伫咱的心灵的深处，咱会问讲：教会是虾米人下？家庭是虾米人下？我咧做的工作，这个物件，这个团体是虾米人下？咱会问讲啥？教会是啥？上帝是大家的。所以咱咧讲台语讲教会是啥？是咱咧讲我的教会，通常会讲啥？咱咧讲教会爱讲啥？咱的教会啦。我甲你讲假设你是迷信的人，我甲你讲，咱的教会是足水的所在。就算伊毋捌踏入去教会，咱拢会讲咱的教会，咱袂讲啥？我的教会。所以兄弟姊妹，教会是大家的，教会是上帝的厝，教会是信徒的群体，嘛是基督的身躯。所以兄弟姊妹，咱捌想过无？上帝为什么要起造教会？这一点有一个起点叫做啥？咱知影咱所信的是啥？三位一体的神啊！你有看到无？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神，因是啥？是单独的吗？毋是呢。伊是群体呢，有无？咱的上帝是一个群体的关系，嘛是咧甲咱讲，咱本身咱安怎看待彼此肢体的关系？所以兄弟姊妹，圣父、圣子、圣神，代表的是上帝本身就是伫社群的中间，咧甲咱讲，伊是一位上帝，但是有三种的位格，互咱明白这个群体。若是有拆离每一个细节出来的时阵，若无合一，安尼这个群体就无健康啦。所以兄弟姊妹，咱也知影尼西亚尼西亚圣经伫咱的圣经内面咱真少咧读，但是伊内底咧讲啥物？伊讲阮，注意阮，牧师讲，我特别甲伊空起来，颜色不一样。阮是啥？我们，咱信啥物？什么是独一？唯一的啦，独一专营的弟兄弟。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不是讲属会长老，你信你的上帝，我信我的上帝，是讲啥？我们信独一的全能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伊讲后壁，伊讲阮信一个圣。共同使徒的教会，阮个别一个为得赦罪的洗礼啦。阮期望
死人搁活来世活命，阿们。兄弟姊妹，教会就爱真做什么教会？真做救生艇啊，唔是啥，唔是下底这右下角这啥，这叫奢华的游艇啊。教会就爱真做一个起造，互人得救，会当救人活命的所在。教会若信徒无咧祈祷，信徒若无法度用上帝话来真做生命救人的方法，安尼教会就会真做有乐的所在。兄弟姊妹，咱知影教会存在目的是要做啥物？服侍人，因为教会是上帝的殿。唔是要满足家己，教会追求的是要互人得到更较侪生命，互人的生命会当重新得到主的欢喜，唔是要无看周围的人继续沉沦落去。所以牧师一直甲咱讲，当咱看到这个参悟4月26在参会青少年，因分享，迄麦克风拄起遐吼，一个开始讲吼，我足欢喜是，大家拢讲呢，而且因无惊哦。遐迷信的人吼，因阁足好胆讲哦，甚至阁带着笑容哦。兄弟姊妹，感触到教会乃会当互人不断训练人出来安怎去救人，迄毋知偌好了。所以兄弟姊妹，教会毋是要互咱组织一个群体，干那坐伫迄个所在欢喜等人入来，毋是啦。嘛毋是要坐伫遐，互人看见讲你做了偌好，然后人就会入来，迄是无可能的。咱必须得爱训练家己，要安怎操练家己，成做一个会当救人的人。所以，一个真正经历到被拯救的基督徒，会不会见死不救？会不会？会啊，应该不会吧？你看到无论咱的同工，无论咱的肢体，无论咱的亲人朋友、迷信的人，你看到伊的需要，你就安怎？你的心中就爱更加迫切，讲主啊，帮助我。互我掠掉，我是主你的学生，我要安怎样对你来行？亲像耶稣基督为着要救人，将伊的生命献上。所以兄弟姊妹，建立教会伫福音内底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有要紧无？要紧呢！咱拢咧听牧师讲道，听圣经的真理。什么是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毋是过去的代志呢？是即摆要搁活地内底咧讲起上帝存在的事实呢。所以当咱咧读上帝话，咱爱去明白上帝安怎样通过圣经的话语咧甲咱讲，福音是要安怎帮助咱的教会，帮助咱的生命，建立一个健康的生命来服侍伊。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建立一个福音影响力的好习惯，就是要有一个利他主义啊。亲像头先讲，要互食爱安怎？食会饱，搁爱安怎？过去吼，咱若是剩的物件，拢是安怎？拢等人客食了安怎？咱家己包包的客倒来。即摆阮毋是安尼，阮是安怎？等包包的放伫遐，互所有的人客要转去，就搁客互因客转去。剩的安怎？同工较分啊。所以兄弟姊妹，迄价值就无共款啦。过去咱是安怎？大家拢食了，好，再见。但是剩足济，哇，等大家分分的，我来看看袂知呢。咱就安怎？咱就爱互每一个来的人，互因会当体会着主的疼。即摆来的这学生囡仔是咱大桥国中，叫做弱势家庭、贫困家庭的弟兄姐妹的孩子，他们经过帮助，在大桥国中接受到这200元的祝福，然后他们得知原来教会在做这件事情。我们邀请他们一起来到教会，所以我真感动，看到有这学生因讲出因心内因的家庭，甚至分享的时，我看到咱的教会就爱传扬福音，祈祷去敲出主的气力，唔简单咧认捌主的话语来互相攻击，唔是主的话语是要真做咱生命祝福甲帮助。所以兄弟姊妹，鼓励咱礼拜3吼，咱的周报头前面下底有迄 QR code。真简单，你拍开你的相机、手机，甲安尼甲放的2-3秒，伊就会跳出一个网址，你搁甲入了，伊就会跳去迄个啥，咱要收看的直播啦吼。牧师简单甲咱介绍，所以建立一个福音影响力的教会，要有
这个人爱有好习惯；第二，就是爱信用点根伫圣经的真理；第三，咱就爱勇敢去传福音。所以兄弟姊妹，教会毋是今仔日才开始的一个组织啦。教会是对古早、对耶稣的时代，甚至对上帝所保存一个福音的群体社群。教会本质就是爱建立伫耶稣基督的福音顶面啊。所以教会若无咧讲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无论咱人拄着什么款的问题，咱就惊咧安怎？什么人做了好歹？咱伫咧批评讲遮，拢毋是咱信用信靠主的人应该爱做的。信靠主的人是拄着问题的时阵，咱会知影求上帝怜悯咱，咱谦卑落来，伫主的面头前讲主啊，阮做了无够，阮爱搁较努力。伫人的关系，伫事工的顶面，爱安怎？搁较同心合意。伫主耶稣基督伊的使命的工课，为着要救人，咱是毋是做伙来参与？所以教会是毋是会当用耶稣基督做根基，就是正做咱今仔日这个主题：福音安怎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要紧的啥本质啊？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毋是伊拥有偌侪外表偌水。甚至有偌侪足够的人，甚至有偌侪金钱资源，拢毋是，乃是在伫今仔日圣经在甲咱讲起，用福音做中心建立的健康的教会，必须得爱安怎？哥林多前书3章第10节甲咱讲起一个工人的责任嘛。伊讲照上帝互我的恩赐，我做一个啥物牛的建筑师啊！你是无牛的建筑师，凊彩起的。也是教的建筑师，咱当然嘛爱起哦啥，爱起哦用的厝嘛。你要起厝，你有钱要买厝，你会买迄无在有海沙屋的房子吗？袂吧。咱一定会希望起一个臃肿的，买一个臃肿留落一个后代，互我后代会当做伙传承好的所在。相反，咱的生命若无想讲，我要做一个牛的建筑师，安尼就好啊啦。生命安尼就好啊啦。我甲你讲，安尼毋是上帝要互咱的信用。咱袂爱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救赎的生命，亲像圣经所讲，别人伫遐顶面起做，毋过逐个人着看家己安怎的起做啦。兄弟姊妹，别个人伫迄顶面安怎起做，无论咱所徛教会，迄拢是别人。较要紧是咱家己本身安怎起做咱的教会。所以牧师。虽然有时会讲去北京教会偌安怎吼，我毋是咧讲别人足好啊，我咧讲的是讲，咱是毋是有看见咱的教会不足，咱是毋是会当做伙安尼来努力？人有法度，咱是安怎无法度？兄弟姊妹，这一定有原因。一个足够读册的学生，我较早做爱看宋恩吼，看伊安怎读册的，物理足好呢。伊物理足好，无怪伊爸爸妈妈希望讲伊做医生啊。所以我做爱观察一个人，伊安怎咧读册态度，然后去甲伊学。伊安怎好，我就安怎嘛会使。虽然无法当达到迄个成绩，但至少我迄个过程安怎我做到啊。所以兄弟姊妹，圣经甲咱讲，照上帝互我的恩赐，保罗讲，我做一个牛的建筑师。这个牛的建筑师厉害，毋是啥，毋是你做牛啦，是啥物？是照着上帝互我的恩赐啦，兄弟姊妹，咱的能力拢是上帝所赏赐，所以咱伫祈祷的内底，咱爱甲上帝求讨无？求讨恩赐的开力无？兄弟姊妹爱呢，所以咱真做一个主的工人，毋是讲牧师叫我做啥做啥，毋是上帝叫我做啥做啥就好呢。较要紧，咱嘛着爱求上帝，互咱有恩赐能力。所以当我看见咱的交代当工，无论会员这咧带领这的咱的楼骹这交代当工。我看见有真大的改变甲进步。今下这顶摆，我看到一个无道友吼来真久无来来到伫咱教会，伊甲伊讲，我真有礼貌，包括迄个细细讲歹势也袂记得你的名，吼真实的，吼真有礼貌，安尼好好去甲伊讲话。像你我看见咱的姊妹对过去到今，伊安怎样去体会着主的疼甲温暖。甚至用行动来见证，互伊的生命迄个恩赐的能力拿出来，我感觉真感动。兄弟姊妹，圣经内底咧甲咱讲起第二个要紧的福音的根基，就是啥？
一个主题，健康的教会就爱有福音的根基，因为上帝已经有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地基啦，伊以外无别的地基啦。也就是讲，教会真实用耶稣基督做头，嘛是伫每一个信徒军队主的骹步的人，伫世间的年日，伫教会所做的工课，伫家庭所做的工课，拢着掠耶稣基督做地基啦。我常常甲我的太太、甲我的囡仔讲，爸爸唔袂爱甲恁歹，我袂爱讲歹听话，但是有时当恁的行为，互我做出这个代志的时阵，请你赦免我。请你怜悯我，我嘛甲上帝讲主啊，帮助我，互我真做圣经内面所讲，爱安怎？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通过圣经真理的话，就是通过耶稣基督一生所流落水的脚迹，通过圣经新约，互咱一个新的愿望。就是咱会当学习军队耶稣基督，互咱的生命因为伊来得到救。地基伫希腊文叫做 familios， 代表是整个的建筑一个足重要、足坚固、袂当替换的基础啦，这叫做根基啦。所以我要问咱，当咱服侍上帝的时阵，咱是徛伫用耶稣基督，还是徛伫人啦？我认为人最重要，无人敢若嘛无法当做。但是敢真正无人无法当做吗？我无相信。我相信一间教会，主的教会，袂因为无人无法当做，因为上帝会互咱带出气力去引带人。咱会当带人，互咱的教会有更较勇壮的人，更较侪人做伙来参与伫上帝的圣工。我嘛相信，每一个人拢有伊的时间，需要做调整的时阵，咱拢得爱互相尊重啊！我感觉这才是一个真正有弹性的教会。我感觉刚刚顶礼拜牧师嘛有跟咱分享，讲咱教会大家中进拢无轮休啦。无休困会死人呢？为什么？你想看卖哦？你对起初开始做长老一直做，还是做执事做甲你离开教会，做甲你感觉你敢有法度？教会哪有这种制度？你敢要？小玉，你要不要当这种执事？要不要？你应该也不会想要了，对吧？拢无人来替我，好啊，我多。真正牧师去经验看过，高雄嘛有足侪小型的教会，无人，迄长老70几岁，佮身躯破病，连伊囝嘛破病，迄人破病伫迄中间无救呢，无人替换，迄过程是足辛苦的呢。兄弟姊妹，我感觉教会全家会当做伙服侍是何等的美好啊，对无？甚至佫会当踮家己的教会，迄是偌好的代志，恁敢知？阮做牧者的上困难的是，有真侪牧师因伫牧会，因总希望有机会咱看到因的爸母啦。所以我足感谢上帝，我会当真做大桥教会牧者，我是足欢喜。为什么？因为阮兜足近啊，对啊，真实的啊。毋是我想要，因为安尼我才想要当教会呢，是因为我看见我的爸母因愿意来到伫我牧养的教会做伙敬拜上帝，包含我的小妹。包括我看见我伊的囝儿，拢会当做伙伫教会来起做，这是何等欢喜的事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侍奉上帝，咱拢爱彼此祝福，互每一个人拢伫同心合意的内底来见证上帝的快乐。所以兄弟姊妹，健康的教会有几个特质，牧师简单来讲，第一，爱用福音做中心，毋是活动啊。提多书第2章第11节到15节讲。因为上帝拯救世间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啊，有无？有显明无？有。这个恩典教导咱爱除掉无敬虔的心，甲世俗的私欲啊。伫今世过着自律、公义、敬畏上帝的生活，爱怀着美好的愿望来等待迄个伟大的上帝甲救主耶稣基督的
阳光显明啊！主耶稣为咱牺牲家己，要救咱脱离一切罪恶，并轻弃咱，互咱做伊热心行好的子民。你着爱讲明这项事，充分运用权柄来劝勉人、责备人，莫互人看轻你。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伫教会的社群、家庭的社群、伫人的群体社群内底，咱往往拢会用啥？大部分用的拢会用咱私欲、世俗的私欲。你牵我做伙，毋知偌好。啊，若无法当牵我做伙，好你煞煞去，莫做朋友啊！敢真正安尼？人若离开，敢真正无法当做朋友，会使袂？我的囡仔讲，我有讲过，过去我相信我牵上恩是足好的例啦，很好的例子啦。我每一个礼拜可以看到我自己的同学在这边，我们一起侍奉。现在我们在唱圣歌队，我不知道上帝未来会带领他去哪里，但是至少我们站在这里唱诗歌的时候，充满恩典啊！好，我唱天哪，伊唱贝斯，阿嘛帮咱的信歌对这些声音里面做了很好的支撑。以前我们在学校长荣中学，他们有这个基督教学校，也有合唱团，我们在同班也是做同样的事情。咱会当做伙，拢有上帝时间。上帝予咱的时间，咱就把握。啊，若无的时阵，咱嘛着安怎彼此祝福。所以兄弟姊妹，第二项健康的教会，另外一个特质就是爱用门徒做焦点，毋是你所应合的人数啦。注意哦，我相信咱伫教会内面参与一事奉的人，你一定有体会出一个足要紧的真理。你若要未体会到这个物件，我希望你爱好好注意听。伫教会所做的事工甲群体，若无掠条伫福音的真理的内底，要带人入捌福音啊！你若无用这个出发点做门徒，建立门徒群体的关系，安尼有可能会成做后壁迄个小寡妇，是你所迎合的人啊！那看你有迄个迎合的关系的人吼，若无迄个福音的真理吼，伊袂对你来啦。对你来认捌这个福音啊，伊只不过会带你，敢若去啉茶，讲是非，甚至啥，袂记要安怎去做祝福的代志啊。所以我常常迄个时阵我会记得咱的青年同工子安，伊咧参与的时阵，我甲伊讲，咱带这青少年朋友，毋简单看因爱有好好的关系，着搁爱甲因讲着要安怎祈祷。要安怎知影因的家庭甲父母的关系问题是啥？所以这个关系问题，你若无处理真大。这个囡仔伊就算来到教会咧侍奉出任伊袂欢喜啊，他的脸上是没有笑容的。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当咱甲伊的关系唔简单，是咱甲伊的关系，较要紧是咱甲伊的关系是甲伊带去倒位啊。所以马太福音书28章19节，耶稣命令咱。讲，咱着爱去普天的去传福音，对无？甚至带伊来洗礼，最后安怎？互万民做主的门徒啦。咱毋是要互人参与活动呢，较要紧是爱互伊做门徒啦。所以兄弟姊妹，他带迄个小朋青年，我甲伊讲，伊的妈妈甲我讲，阮这查囝最爱唱歌的，所以我知影，伊看阮伫遐咧演奏唱歌，伊真欣赏啦。所以我甲伊讲，若会使你做伙来，你互你的查某囝来教会。教会有圣歌队，有啥物敬拜团的练习，我甲伊介绍，一针见血，就让他的妈妈眼神就为之一亮，让他的女儿为之一亮，愿意来。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爱咱了解什么叫做以门徒做焦点，什么门徒？是爱愿意开时间塑造人生命的所在。教会要健康，要安怎伫福音的本质的内底，是爱开时间塑造人的生命。所以我即马看见咱的纯仪老师在带机会拢是一针见血哦。你太大声了，你太小声了，是直接讲的哦。他不会太委婉哦。但是有些时候一开始我会觉得我会怕呢，我不敢这样做呢。这就是不一样。
当他愿意花时间去塑造一个人，在这个声音里面的调整跟改变，你感觉这个人的声音会更加和谐呗？会，他会合在一起，跟大家共同创造出一个大家喜爱的声音啊。所以你姊妹，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3节讲，他是恩赐，让一些人做使徒，一寡人做先知，一寡人做传福音的。一寡人做牧师、做教师，为着要装备信徒，互因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教会。直到我们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逐渐成熟，达到基督那样完美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用门徒带门徒。知识可以帮助你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信仰。但是如果咱若无法度通带出门道，有真侪时阵咱服侍会真无力，咱唔知影要安怎带新的人做伙来做交接。好，牧师，阮做牧者吼，牧师若要离开一个所在哦，阮拢会想一项代志，到底我留了什么啊？即个我若无留什么吼，甚至嘛无传承什么吼，离开吼，我拢感觉做遗憾的。阮做牧者吼，若离开一间教会，换一间教会，阮拢会去思考过去迄间教会我留了什么，我影响着什么啦？到底我甲因带是带来我面前，还是带因到伫上帝面头前啦？所以兄弟姊妹，健康教会的第三个特质就是爱以什么？爱实现合一做目标啦。所以兄弟姊妹，咱毋是要迎合人数，人数更较增加。若无法度通有一群愿意合一的教会信徒，这间教会会安怎？要四散足紧的。因为人若来，大家人拢无共吼，大家人拢无关系吼。迄一个人会想讲，这间教会吼，无啥物吸引力啦，吼，嘛无啥物好，大家人看起来拢安尼，也袂烧借问啦，吼，大家人看起来拢爱做艰苦的啦，大家人也拢无啥物改变啦。兄弟姊妹，无合一。这间教会无论家庭，无论你的工作，我相信拢跟合一的关系，这个群体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求上帝帮助咱的福音教导咱合一。来，我们一起来读哈，福音教导我们合一，不是因为我们都一样，而是我们都因基督得救。在福音中，我们彼此包容，彼此建造。没有福音的教会会比较、分裂。有派系，但以福音为核心的教会会彼此服侍、彼此饶恕。注意，咱的服侍上帝，咱爱彼此饶恕。有真侪时阵，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毋是完美的，但是咱伫彼此饶恕的中间，会起造一个主更较欢喜的教会。愿主帮助咱，互咱的教会毋但成做一个健康的教会，用福音、耶稣基督做根基的教会。这个教会健康的教会袂自动产生，爱注意，咱爱付出几项代价。第一，时间的代价。好即摆我感觉讲，咱的这拜六吼，会知影有明勋兄哦，个美珍姐、马美珍，个这个怡静，阮拢做伙做门徒训练，去读这本册，叫做服侍的就是说成为一个健康的、基本的一个基督徒该认识的真理。我感觉阮伫分享，彼此分享，彼此互相带导，伫迄过程中间，真正互阮更较明白真理到底是啥物。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付出时间的代价真要紧，关系的代价，我们学习饶恕、忍耐，还有同心协力。金钱的代价，一个享受救恩的人，我们这个礼拜也提到恩典，人为什么要奉献？咱基督徒谁人爱奉献？谁人？你有得到稳定无？重要是因为你有得到主免费的稳定啦。因为咱有稳定，咱有丰富的稳定，所以奉献就应该啦。唔是倒头变咧想的啦。因为我奉献，上帝去给我祝福啦，唔是啦，是因为咱得到上帝救赎的稳定，所以咱奉献是应该的。所以兄弟姊妹，我相信伫教会内底，咱爱无论时间的奉献、金钱的奉献、精神的奉献，拢期待咱爱付出代价。最后，咱就爱毋是掠家己最中心，也基督最中心。咱做伙来起造一个上帝所欢喜的教会，
好无？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搁一摆仰望你圣神，充满阮的心。感谢你为阮所成就迄个生命美好的救恩。多谢你，互阮会当踮伫你福音的内面，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互阮会当参与伫主你的教会的侍奉的工课。无论伫侍奉中服侍人，阮拢会当感受到主你的温暖甲疼痛。主啊，阮承认，阮有时以人最中心，用家己的方法来起造教会。但是今仔日，阮恳求你帮助阮，定心回到伫主你真理活命的话语，掠耶稣基督做阮生命的中心，用主你家己来做阮生命的中心，互阮的生命会当起造一个上帝有上帝形象的生命力，来见证上帝。阮也常常恳求圣神，常常来提醒阮，互阮知影，阮所起造的，毋是简单伫外在的外貌，较要紧是伫阮心中，就要有耶稣基督的疼，有耶稣基督的使命，有耶稣基督愿意奉献的心志，做伙来起造一个合一的教会。今仔日艺术贴小组、麦子小组伫下晡有半日的活动。恳求上帝，你带领因每一个参与的兄弟姊妹甲同工，伫欣赏大自然的赏识，嘛互因经验上帝你美好的创造以外，互因有彼此相听的关系，彼此交谈，彼此认捌，搁较侪，搁较深，搁较有助力认捌的气力，常常教导因，互因会当建立福音相听水的生命。阮同心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愿上帝你祝福伫5月份每一个受青，互因拢伫主你的面前见证上帝你所赏赐因加添生命的气力。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535首，福音正声第大坛，咱做伙起立来吟。正声地大胆，传到前海甲前山，不断地求福音消息，白白受属你甲我，上帝将道是行，受属世间万万人，心可求主。为的永远我稳当，福音正时时当，传到前海甲前山，福音正滴滴答，福气互你甲我，福音正声地答答。应该谨慎细日听，若无反悔要得现前，阮当拄着大惊吓，得走保全性命，无伫庙伫这所在，无伫外头，无伫看后。行了拄着大灾害，福音正时时当，传到前海甲前山，福音正滴滴答，福气互你甲我，福音正声有地当。咱人该来就阮，无伫体示主的现象，无伫看见主的恩。我是我命的病，尤其深深的欠亏，做我些的亲像主红。
我为世到变那世，予认真时时等，传到情海甲情线，予认真直直等，保护起予你甲我。请坐，咱做伙同心来奉献。奉献是每一摆咱伫主的面头前，对主感恩的回应。愿咱伫奉献的中间，做伙来见证上帝美好的赏赐。邀请咱伫观看直播的兄弟姊妹，咱若愿意，会当照着这个 PPT 顶面的项目，教会的需要、上帝国的需要，你的关心、你的奉献，拢要成做上帝大大祝福，伫你的生命中间来奇妙的美好的应允的见证，去经验上帝是赏赐万行有的上帝。无论伫你的生命健康，无论伫你生命的需要，相信上帝拢要加添咱气力甲力量。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我无比，我愿意成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阿门。咱犹原徛伫做伙来做念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犹原徛伫做伙来吟上用的诗，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行圣事，三位一体，在地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地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甲圣神的感动相通的交通，常常甲咱正大家送甲地地。互咱伫伊的福音的中间来点根，伫主的听的内面，甲听的内底起造一个合一成长的生命，直到愿见主立面的时，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